大家好，我哋係 Gympo，我哋亞洲首位以 AI 驅動嘅智慧床褥，我哋顛覆睡眠方式，讓 AI 同埋睡眠完美融合。Gympo 其實代表一個巨大市場，試想一下，以前我哋坐嘅凳仔係幾百蚊，而家咧可以變成超過2萬蚊嘅按摩椅，而呢個變動咧其實可以成功去催生咗80億美元嘅按摩椅市場。同嘅情況咧發生喺智能馬桶，你可以見到好多外國人咧去日本搶購。其實 Gympo 咧係代表下一個巨大嘅市場。傳統嘅床墊其實有三大嘅痛點，第一係每個人嘅身形都唔同，例如孕婦、老人家、小孩，大家對床褥嘅要求都唔同。第二咧，枕頭係冇得調整高低㗎，你平躺或者側睡咧，你都係冇得調整。而第三咧，兩人嘅睡姿咧嘅偏好都唔一樣，或者打鼻鼾咧都好嚴重影響對方瞓覺㗎。Gympo 咧其實有8大嘅核心特點，第一係自主研發嘅 AI 晶片，第二係 ESA 嘅演算法，第三係雙邊嘅氣壓系統，第四係12種智能嘅睡眠模式。第五係 AI 搖籃喚醒功能，第六係溫度嘅調控，第七係止鼻鼾，第八咧係健康嘅儀表。我哋全方位打造智慧嘅睡眠體驗。Gympo嘅內部結構咧，其實有3層嘅。第一層咧係肌膚層，我哋特意挑選一啲天然嘅健康嘅材料，例如蠶絲。第二層咧係支撐層，我哋咧採用啲高彈性、高延展性嘅聚合分子嘅材料。第三層咧係我哋 Gympo 嘅核心 AI 層，內建咧5大嘅模組，係成張床嘅 AI 床嘅智慧大腦。Gympo 咧其實有4大嘅核心技術嘅，第一個係我哋嘅睡眠引擎。Gympo 咧有係我哋嘅自學型嘅睡眠教練，學習你嘅睡眠嘅習慣。第二咧，我哋內建一啲智能嘅升降柱，AI 控制之下咧反應非常之快，1秒嘅偵測，3秒咧就足完成咗調整。第三咧就係我哋床墊嘅左右兩邊都利用個水循環去調整溫度。第四咧，我哋係採用咗一啲壓電式嘅網絡監測器去進行偵測㗎。Gympo 嘅應用場景廣泛，包括係智慧酒店提升客戶嘅滿意度；第二係復康中心協助啲員工咧照顧病患者；第三係家庭嘅使用管理大家嘅健康；第四係企業福利員工關懷方案。目前咧，Gympo已經完成咗後期嘅原型開發階段，我哋已經完成咗概念嘅驗證，同時我哋打咗一個可以運行嘅微信小程序，可以咧連接感應系統，成功驗證咗 Gympo 嘅核心功能。而 Gympo 嘅下一個階段，我哋係會完成我哋嘅原型，進行量產，繼續去做我哋嘅測試，亦都會與醫療機構合作臨床測試，進行合規嘅測試，同時咧申請專利，為我哋商業化咧做好大大嘅準備啊！而我哋咧推出咗3款嘅智能嘅床墊，第一個係 Gympo 嘅 U9，係我哋嘅入門首選；第二係 Gympo U9 Pro，加入咗更加多嘅智慧模式，例如咧指打鼻鼾；而第三款咧就係 Gympo U9 Max 版，係我哋旗艦版本，係有一班咧更加追求極致體驗嘅高端用戶去設計嘅。最後咧，我哋誠於各位評判給予我哋 Gympo 一個機會，讓我哋一齊顛覆傳統嘅睡眠嘅方式，